美妙旅程，隨心起舞入咗3連冠入埋，將入閘美妙旅程，等埋美妙旅程嘅啫。美妙旅程亦入埋閘，第56屆安田錦標隨時預備起步，起步嗰陣啊，大和主將啊，雙入面將球手喳聲擺咗前面，呢個慢慢咳埋嚟咧，見到我情可待啦。然之後跟住先至見到中間搶出嚟就3連冠拍咗一齊，仲有天鵝騎士外邊各有千秋啊！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大徵兆啊，再後啲跟住就係結伴行，結伴行再之後咧，跟住就係牛精福星守住內欄嘅位置，喺外邊就係勵進區啊！再後啲跟住先見到榮進特快啦，然之後勝利飛駒再喺佢外邊嘅位置喎，最後先至係隨心起舞啊！然之後就係淺草田園啊嗰啲馬㗎嚇，喺晒後邊咧就見到就係千里通啊、富士寧靜咁，佢離頭馬約我係8個馬位左右㗎嚇。好啦，轉緊彎前面放頭，依然見到名將球手放出頭啊！天鵝騎士守住個第2嘅，第3位就係大和主將，然之後外邊就係我情可待啊！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係大徵兆，然之後就係勵進區啊！牛精福星依然喺入邊等緊位喎，喺外邊就係星運爵士，然之後先至勝利飛駒喺牛精福星後邊嘅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就係隨心起舞，然之後千里通啊，再後啲先至係各有千秋啊嗰扎馬㗎啦，差唔多轉翻佢入正直路啦，前方就名將球手放出頭，我情可待再嚟追佢啦。再騎下見到天鵝騎士入邊就係3連冠，再上咗嚟見到就係大和主將啊牛精福星而家走啲外檔衝刺啊，後面上咗嚟見到仲有個美妙旅程啊嗰啲馬嚟，前面大和主將依然領先，牛精福星3埋兩步上嚟，後面上嚟仲有勝利飛駒㗎，牛精福星啊第一隻突咗嚟啊，勝利飛駒就係將佢入邊攬啊，仲係大和主將嘅牛精福星呢個幾馬開始先領先，勝利飛駒暫時將佢中間上嚟，仲有就係淺草田園嗰啲馬，牛精福星呢個冇咗安田錦標冇錯，牛精福星跑第3名嘅上嘅勝利飛駒定係淺草田園㗎。牛精福星個地塊對佢非常之有幫助，1分32秒6嘅時間啦，表現非常出色。牛精福星勝利飛駒睇下好唔好彩，睇下影唔影到個第2啦。入邊攝出嚟嘅淺草田園攝得好勁啊！哇！呢個日本馬迷嚟㗎，好犀利啊！好啦，我哋牛精福星贏咗啦！嗱，第2名咧就好接近啦，睇下咧勝利飛駒有冇機會影到啊！嚟，我哋香港大地團再一次歡呼！嚟啊！好啦，嗱，我哋親眼喺呢一度東京競馬場目睹香港嘅馬匹贏馬，有咩感受咧？贏得好 easy 啊！香港 easy win！開唔開心啊？有冇支持牛精福星啊？有，非常開心。睇緊重播，睇緊邊個第2？睇緊邊個第2？可能爭少少。第3。但係勝利飛駒咧都應該有機會就跑3就啦，因為第3名啦。各位朋友，有冇人係支持勝利飛駒嘅咧？都跑得唔錯喎，都跑入3屆喎，係咪啊？去3，好興奮啦！我睇咦，你好腳頭喎，咁啊，第1次嚟就第日香港馬再嚟日本，你會唔會再支持啊？一定支持到底。嗱，現場我哋啲馬迷仔喺度嗌緊，希望咧勝利飛駒咧就可以影到第2。而家影緊相啊，大家嘅心情咧都係好緊張嘅。頭先睇個衝線鏡頭咧就可能爭咗少少啦，不過無論點都好啦，香港嘅馬嘅表現咧都係好出色㗎啦。呢位朋友錢有得收喎，買咗邊隻啊？收緊㗎啦，收啦，起碼收1萬蚊啊，起碼收1萬咩啦？即係維志橋。維志橋你買邊嘅維志橋啊？另外維志46啦，買咗1萬1維志橋。肯定係收緊㗎啦。如果46橋啦，最和味啊！最理想啊！唔緊要，等緊影相，呢度影相咧。現成咪。